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奈我眼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，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小姐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。哎呀！不是吧？搞什么飞机呀？来，把小姐带回府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啊！我不走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不走，为什么？你真是个混蛋！静儿，对不起。汪兰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！为什么他会那样做？汪兰，你怎么了？你又干什么了？天地良心啊，我什么事都没做。他从远山近水图。什么？你还敢让他进远山近水图？我告诉你啊，汪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小唐，哦，不哭不哭，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发生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苏静儿，不，也是我，他被李苗给甩了。你都看到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让你去，你偏去。我也跟你说过，苗里他不是那个李公子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现在马后炮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小姐，那些都是那个世界的事情，你不要对号入座啊。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不就喜欢个人吗？连个告白都没有听过，
私奔还被放鸽子，明明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，为什么我感觉我失联了好几回？王兰，你别伤心了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找个麻袋把苗栗给套起来揍一顿，给你出出气，怎么样？你别在这添乱了。小姐，你别太伤心了，毕竟他们不是同一个人。虽然小姐你恋爱运差到了极点，但是总好过没有恋爱啊。我说错什么了？管他，不管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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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他，不管他。不行，再来一支。小姐，你就不要再折腾这花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能放下苗里啊，早都放下了。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进远山近水图了。可是我放心不下呀。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别到时候苗里没有救下来，自己先病倒了。现在怎么看这张脸，都觉得欠扁。他过来了，我是骂他一顿呢，还是打他一顿呢？哎，剧情不是这样的呀。慢了，你干嘛？不是来找我的，怎么直接就走了？反正你一定跟过来不是吗？哦，对了，笔记我帮你准备好了，右下角也标好时间了，一定要记得看啊。给我的。不然呢？走啦。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？这休息了都不去找苗里约会啊？能不能聊点别的呀？你们俩吵架了？没有。哦。白冷，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个你，你说会是一样的吗？不是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天天神神叨叨的？我就随便聊聊。我觉得吧，要是喜欢一个人，就算是在另一个世界，还是会一样的喜欢。一样的。那如果不喜欢的呢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大概还是会不喜欢吧。也没准就变了呢。爱情这种东西吧，关键是要靠主动争取，谁又能说得准？啊，裁判，你们的队员怎么还没有到位？哦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，马上就到。好。汪澜，下一场的选手还没到位吗？已经催过了，但听说好像是拉肚子，
人还在医务室呢。我们刚挨了处分，就指着这次挽回点颜面，怎么连个人都到不起？我马上去找。你等等，实在不行就你上吧。我不行的，非得要苗里在你才行吗？不是，快点换衣服去，快点！我快点！喂，苗大婶，可能要出事了，你赶快来啊！翁兰，你身体本来就不舒服，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我就算再看不上汪兰，也不可能放任碧溪击剑队丢人。你的对手很弱，闭着眼睛都能打，加油！开始。立功，持重，得分。这个汪兰，除了迷惑男人还能干点什么？没事吧？汪兰，没事。没事。你舒服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不就是场比赛吗？干嘛那么拼命啊？还好我叫了苗大婶过来，要不然你是不是不下场了？好了，我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你没事吧？喝点水。那个苗大婶，你先照顾一下汪兰，我去帮她收拾东西了。哎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干嘛还要硬撑呢？既然答应了，就要做到呀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，不然干嘛要承诺呀？我这辈子最讨厌背弃承诺的人。哎，你自己不注意身体，那么凶干嘛？我惹你啦？对啊，你惹我啦。我送你回家了。不要。走啦。不要。不要。走啦。记得多喝水啊。就知道多喝水，喝死你！知道了，再见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头还晕吗？没事了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。那你怎么一副心情很不好的样子啊？你说呢？看见他那张脸啊，我就想起李公子。你说我能开心吗？何涛，汪兰怎么样了？托你的福，躺着呢，你还有脸来问？他身体不舒服，心情不好，还不都是因为你那个远山近水图？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又没逼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？我拦得住他吗？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拦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。你见他和苗大神越来越好，你就让他看李公子和静儿小姐的事，借机制造矛盾。汪兰看见什么是我能决定的吗？再说了，汪兰看见能算坏事吗？事实就是事实。哼，我们还是不要争了，这件事必须得打一架才能解决了。
你要干嘛？谁赢了，今后就听谁的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真是。好啊！说动手就动手啊？都动手了，还废什么话？师叔给的宝贝真是靠谱。哎，服不服啊，臭狐狸？我不服，打架还带用法器的呀？谁拳头硬，谁说了算。愿赌服输。钱都交了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之前的说好了，谁赢了，今后就听谁的。喂，苗大神，今天复赛胜利，我们打算好好庆祝一下。当然是汪澜说的啦。你懂的。V588。好，拜拜。他，你说谎都不打草稿的？我这么机智，需要打草稿吗？难道你就想看他们这么一直闹别扭下去啊？喂，汪澜。我们刚吃完饭，突然想唱歌，你快来吧。就当散散心呗。V588，等你呢。好。我看等会儿你怎么跟他们两个解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解释。行。你看婷子。你在干嘛呢？没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小桃叫我来的。你也是小桃叫来的？不是啊，狐狸叫我来的。一边享受，一边泪流。10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随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啊，能不能歇会儿？我耳朵都要长草了。哎，我让你来你就来唱歌呀，你就跟他说话呀。我说什么呀？我等着被灭灯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掺和他俩的事。你们俩在这干坐着干嘛呀？唱歌，来，唱歌啊！你要唱什么歌啊？我五音不全。没关系啦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要唱你自己唱。哎，你态度干嘛一直这样啊？我就这样。那个气氛搞起来，搞起来！点歌！神曲版小苹果。小苹果。我去点。来。
这么晚了，我们一起吃点宵夜吧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不饿。别啊，一起。苗大婶，你先送汪澜回去，我们3个去吃啊！拜拜。走了，走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哎，喂，你觉得我现在这样会有危险吗？啊？你不是老是说我会有危险吗？那我想知道，如果我现在有危险的话，你会不会一直待在我身边保护我呢？鬼才会保护你呢。如果我说我想要你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你愿意吗？啊？一直待在我身边。啊？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事虽不年轻，是一的我能得到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